立法委员陈廷辉上午伫家己的小妹陈怡贞议员、甲大港里长、大兴乡管理委员会主委等人的陪同，深深向着大港寮在地大兴乡社府元帅来上香祈福，感谢即届立委最高票来当选连任。陈廷辉表示，虽然即届突破过去，摕下超过70%的选票，毋过对着民进党立委的失处，并无预期的理想。伊嘛将以骑铁马走访庙宇的方式，一方面为台湾来祈福，另外嘛谦卑要来听取基层的声音。这道这个安排这个深度的感恩祈福上主要是因为要感谢大家对廷辉的支持，让廷辉会当得到咱民进党全国第一名而且嘛是咱全国女性的第一名，嘛是咱台南立委的第一名。所以咱嘛知影这道其实民进党的立委伫咱整个最后的实处并无咱预期的理想所以咱的乡亲时代会当互廷辉这个鼓励，咱突破咱家己过去这个成绩，然后我们可以超过70%，嘛得到的遮尔悬的这个选票成为民进党全国第一。我想这个部分对廷辉就是一个鼓励，嘛是一个加油所以伫这个现主时咱嘛看到国会都还没立委才一开始开议大家就为了立法院院长吵成一团，然后还有政党说立法院院长要提出政见，所以这可见的在未来在整个氛围当中可能会比较诡谲一点所以呢我们会在宗庙当中去做祈福，咱希望为台湾祈福，为台湾加油。咱希望大家各政党是为着咱百姓的利益甲百姓的未来，大家共同打拼绝对不是为个人的政党所以我希望我们展开祈福的一个这个宗教之旅，也除了是感恩，也是祈福，为台湾加油。陈廷辉表示，家己永远拢是和家己走世局的人，伊真感谢乡亲一直做伊的后盾。伫个未来国家关键的时刻，伊会更加谦卑来回应民意，找回人民的信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